近2公尺半的巨大木雕，连人都能在里头穿梭。这里面有6片叶子去包起来，整个就是好像跳舞啊。枯木化成包起的荷叶，取名一团和气，是艺术家简正兴从雕尾的荷叶中获得的启发。荷叶吹，它风吹的时候，它是吹的啊，它有一种被摧残的时候那种力道是怎么，它是怎么凹陷，凹陷就那个你要挣扎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力又怎么去整个挣扎起来那种感觉啊，那它的过程是很曲的变化。庙宇雕刻的扎实功法，让简正兴拿下漂流木雕刻比赛冠军，却不想沦为工匠。那我是表达人生的过程一个变化的话，那我就要起那个比较枯叶的东西来变化它比较有那种感觉。卷起的荷叶像束缚，残破的荷叶是看破。简正兴以镂空技法透雕，展现对生命的参透，还有情感的细腻感受。我把一个叶子变化成一个好像在教小孩子，母亲带着小孩子用一个叶子来表现他的一个大人小孩那种感觉，就是好像在教导小孩子。当下体悟生活禅意，简正兴潜心修习，自诩以木雕作品创造东方新美学。老师的作品呢，其实就希望大家去体会人生百态。那有时候你要看破，有时候耐得住，特别创作也要耐得住嘛，对不对？这大型创作要多少时间？都好几个月的时间。好几个月。那如果这过程里面是拍了用失败了怎么办？各做一拜秋后嘞。各做一拜秋后嘞，就再来一次就好了。对。原本埋在地下腐烂的大树头，变成了一件艺术品。老师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枯木逢生，只要你自己愿意找到更多可能。是拍嘞，用诶，各做一拜秋后嘞。是拍嘞，用诶，各做一拜秋后嘞。